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月初6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2篇第1节到第7节，10节到14节。以赛亚书60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以弗所书第3章第1节到12节。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荣耀。今仔日是一年一度的主显节要做来分享。耶路撒冷的荣耀是什么？为什么耶路撒冷需要将来的荣耀？咱要问讲，耶路撒冷敢毋是就大卫所建设的政治中心以及上帝的圣殿嘛？那安尼为什么先知以赛亚佮着讲，这个耶路撒冷讲起来，发光，你的光已经来到。咱来看以赛亚书60章第1节到第6节，先知的话讲。耶路撒冷将来的荣耀，起来发光，你的光已经来到。上主的阳光已经在照你，看咧。虽然黑暗打满大地，大黑暗遮看万民，毋过上主会甲你照光，伊的阳光会伫你的心上来显明，万国会来周群你的光，列王来亲近你发出的光辉。着额头四方来观看，你的子民自集来到你遮，你的囝对远转来，你的查某囝拿囡仔互人抱来。迄时你看到这个就真光彩，心激动真欢喜，对海运来的财富会拼互你。万国的财富拢变你的，几大军的骆驼、米甸甲以法的单方骆驼拢会来，对示巴的嘛会带黄金甲乳香，因拢会上赞宣扬上主。因为伫以赛亚先知的时代，以色列失去的阳光。上帝的圣城耶路撒冷也失去阳光，因为呢，城被毁，人被掠。也因为安尼，陷入伫大黑暗的以色列，耶路撒冷就需要上帝特别的阳光来照因。这个部分是咧预言将来伫报佳音的时阵，有光照伫。巴比伦遮，互这个术士看到，因就对远的所在来拜耶稣。福音原声是祝福这个选民以色列，但是以色列人拒绝救恩，救恩因此就被伫这个外邦来彰显。上帝的阳光来照伫外邦，外邦的福音后来就透过保罗传到伫外邦地区亚细亚、马其顿甲希腊。咱看见以弗所书第3章第1节到12节的记载，保罗对外邦人传福音的记载。因为安尼，我保罗为着恁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救赎。替恁对上帝祈求，恁一定有听到。为着恁，上帝对伊的恩典有委托我这个职务。上帝将伊的奥秘启示互我知，我已经有简略写这个代志。恁读了后就会明白我对基督奥秘的了解。这个奥秘伫过去的世代无互人知。现在上帝通过圣神已经对你伊的圣使徒甲先知来启示，
这个奥秘是安尼，外邦人通过福音，通甲犹太人平平做继承人。平平属的是个身体，甲基督耶稣结连平平承受上帝的应允。对上帝特别的恩赐，通过伊大溃烂的运行，我正做福音的采用。我伫上帝所有的子民中间是第一位世，伊竟然赏赐我恩典，通将基督算为了丰富的福音传互外邦人，通互所有的人明白上帝安怎实现伊的奥秘。创造万物的上帝，伫过去的世代将有这个奥秘隐密起来，是要伫现今的世代通过教会，互天界的统领者、权力者，拢通认捌上帝达款的智慧。上帝安尼做是根据伊永远的旨意，这个旨意是已经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实现了。甲基督结连，通过对伊的信，咱通充满信心，好他上近上帝。今年是一年一度的主显节，今仔日是圣经记载耶稣基督降生故事，透过启明星外邦的东方术士来显明。并且带领因进入伫伯利恒来朝拜耶稣基督的日子。主显节是基督宗教会纪念上帝救恩，福音传互外邦。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到第12节的记载，就是今仔日以赛亚先知所咧预言这段的故事。天上家来访问希律做王的时，耶稣伫犹太的伯利恒出世。有几来天上家对东方来到伫耶路撒冷，因问讲：迄个出世做犹太人的王呢，伫什么所在？阮有看到伊的星出现，专工来要拜伊。迄律王听到心内着急不安。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嘛是安尼，伊就调集所有的祭司长甲民间的经学教师，问因讲：基督应该伫什么所在出世？因应讲：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先知有安尼记载。犹太地区的伯利恒啊，你伫犹太城市中，毋是上美势。因为有一个领袖会对你遐出来，伊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。伊就暗中调几个星上家详细甲因问，迄粒星什么时阵出现？后来伊就找引起伯利恒讲，恁去详细查问关系即个细汉囡仔的事，找着就来报我知，我嘛通去拜伊。因听王的话，就去因伫东方看到迄粒星，做头带因来到伫迄个细汉囡仔的所在，就停伫顶面。因看到迄粒星，非常欢喜。因入去厝内，看到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玛利亚，就扑落去拜伊，然后开因的宝盒，将黄金、乳香甲物药做礼物献互伊。后来伫民梦中，上帝指示因毋通倒去希律遐，因就对别条路转去本国。上帝透过这方法，互人听见伊的福音，领受伊的救恩。有透过天使天军来传福音，互各样的人。也透过保罗将福音传到伫外邦。其实早前透过亚伯拉罕，互万民得到福气；透过摩西带领，互外族的人嘛得到救赎。更较特别是将新生王的福音透过启明星的启示，带领外邦的人
来领受着救恩。这是主显节的意义。诗篇72篇第1节到第7节，为了王祈祷上主啊，求你将你公正的判断赐予王，求你将你的公义赐予王的囝，互伊会照公义审判你的子民，照公正判断属伫你困苦受压制的人。愿大山带和平予伊的百姓，愿小山予因享受繁荣。伊会替百姓中间困苦的人伸冤，伊会解救善车人，会拍碎压迫者。愿因敬为你日久日深，直到万世代。愿王亲像雨水落伫臭干的园，亲像及时的雨水润泽土地。以坐位的日子，义人的兴旺，甲月平久享受大和平。第10节，他斯甲海岛的列王来进贡，西巴甲巴西的王来献礼物。愿列王拢拍落拜伊，万公乐福善伊。因为善车人求叫的时，伊会救因；困苦无依偎的人，伊嘛会救因。伊会怜悯困苦善车的人，伊会拯救困苦的人的性命，伊会救赎因脱离压迫甲强迫。伊看因的性命做宝贝。感谢上帝将救恩赏赐予以色列人，嘛赏赐予全人类，包括阮在内。求主使用阮诚做福音的使者，互这个永生的救恩的福音，甲人分享，互人得到恩典福气，互主的名得到荣耀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